嗱，上下這個世間呢喺度，熱天未遲到，按白色嘅路，按冇羅行，做家五線，做家五對，咪到一個冇力量可嚟對付呢個社會嘅日子。嗱，我詩篇記28第7節咁講一個啲，上帝作為我嘅力量，我嘅盾牌。嗱，係講上帝是我嘅力量，是我嘅盾牌，表示嚟講佢能夠幫助一家。能夠祝福一家，嗱係講我嘅心相信佢講，佢能夠幫助我，然後我嘅心得到歡喜快樂，我嘅口又唱出讚美主嘅歌，我嘅口又感恩上帝。嗱，先用人自家嚟求上帝嘅恩典，佢做自家嘅力量，佢做自家嘅盾牌，在社會裏行到，有人顧害自家，有人唔感人自家，嗱，加入要嘅看唔到社裏面自家唔對面自家失敗，上帝做嘅力量嚟行呢個世間，佢本嘅聰明智慧，開路本自家嚟行嘅途途節節嘅痛苦，途途節節嘅煩惱，途途節節嘅不實。佢開路本自家，因為佢本自家聰明智慧，佢本自家新嘅力量，夾做自家嘅盾牌，現代自家去得勝嘅路，才讓自家而有謙卑嘅心嚟到上帝耶穌基督嘅裏面，信任佢係個上帝，自家熱天得嘅福氣，阿門。